翻嚟新聞時間，嫦娥1號第一幅月球表面圖像，朝早由國家航天局發放。總理溫家寶話，圖像標誌住中國首次探月工程取得圓滿成功，有深遠嘅歷史意義。李佩珊報導。期待已久嘅月面圖像由總理溫家寶揭幕。圖像由月球上空200公里嘅軌道拍攝，影到嘅係闊280公里、長460公里嘅地區，面積等於128個香港。見到多個大小不同嘅隕石撞擊坑。圖像係由嫦娥1號上面嘅 CCD 立體相機拍攝嘅19張相片組成，啲相逐張傳送返地球，由北京同昆明2個大型數據天線接收，之後再拼接而成。航天局話，今次標誌住中國首次月球探測工程取得圓滿成功。溫家寶就話，任務成功，同時提升咗國家嘅國際地位。這是我國綜合國力顯著增強、自主創新能力和科技水平不斷提高的重要體現，對於提高我國國際地位、增強民族凝聚力，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。月球圖像公開前，航天局發放預先錄製由嫦娥1號傳翻嚟嘅錄音。今天，我嫦娥1號來了，帶着中國的問候，月球你好，你好。仲有歌曲歌唱祖國。嫦娥1號上個月24號喺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，今個月初進入月球軌道。有線電視記者李佩珊報道。繼續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系列，候選人何來10幾年前做過全職嘅